再來看南投縣政府按說要佇民間鄉來起焚化爐，抗議是不斷。今仔早起有反對的民眾去起行政院來抗議，因是呼籲講行政院應該出面要求國有財產署來撤銷半戶地方政府的土地來解決問題。行政院嘛表示講愛民眾給因一寡時間來做研究，才個正式來回復。來自南投民間的居民、甲農民、甲烏燕的團團，佇春水縣河早起前來行政院陣前，佮搬出大型粉圓牛奶茶道具，呼籲行政院甲在地鬥相共，守護茶米之鄉的好山水。反焚化爐自救會指出，縣府想要起焚化爐的土地是國有財產署移撥，即馬長久地方的關鍵就佇行政院。非常期待行政院能夠交代國產署，不要把這個1公頃多的土地呢，都給這個環保局，讓南投縣環保局沒有可以使用的土地去開發焚化爐，這樣才是正本清源之道，這樣才能夠撥亂反正。包括農業部長陳俊貴表達，愛嚴格準則佇特定農業區的開發，無贊成凊彩變更。行政院發言人李惠芝嘛公開表達，國有土地移撥若無符合規定會取消，只是鄉親等，攏等無中央任何具體作為，敢若會當就辦，甲陳情書甲地印做回送予行政院代表。縣政府認為的最佳方案是。鄉親環團認為應該要排除的方案，長子不宜。當然南投縣府還是要一意孤行。後續呢，需要一些相關機關的研議，還有法律的評估。那請大家來給我們一點時間，然後研議以後，我們會正式的回文給大家。下早環團甲自救會代表嘛，佇立法院中興大樓舉行另外一場記者會，批評大概開會地方環保局攏會動員成百個警察，甲民眾對立，互感覺遺憾，嘛不滿這麼趕安排佇農民農忙時開會。對此，環境部代表安大講，警方嘛是在地人，相信袂有無好的作為，嘛認為開會時間符合規定。記者綜合報道。